其時咧疫情個期間咧，我哋咧有一個女賓客咧，咁做緊一個耳燭嘅咁個嘅情況。當其時個耳燭燒到差唔多一半嗰時咧，突然間咧就爆咗一啲黃色嘅積液出嚟，哇！個女賓咧起咗身之後好嬲喎，即係指住我嚟鬧，即係都未見過呢啲情況。雖然我哋係做大健康調理都要識學術性嘅嘢，但係都未遇到呢啲情況。咁當其時見個女賓有咁樣啦，以我哋嘅經驗，雖然我都未遇到呢啲情況，你不如喺醫院做個 body check 啦，出完之後睇下咩情況下。後尾第二次佢嚟咗之後咧，哇！一日入咗我哋個鋪頭就同我哋講話多謝多謝，哇！原來咧因為上一次嘅嘢，佢去咗醫院咧做咗一個腦部嘅掃描，原來發現到個腦部有一個細嘅，而且呢樣嘢咧，當然醫生就話唔係話好差，咁即係叫佢觀察住用。所以我就想分享呢啲咁樣嘅知識俾你哋知道，原來呢個調理養生係真係可能真係一個好偶然嘅一個情況下，可能就練到提前知道自己嘅嘢，即係等於一個未有試過時咧就可以得到個防範，有試過時咧即係有小問題嗰時，起碼可以及時知道。